乡亲啊，继续看这个中国咧报复台湾，除了采用军事战、经济战、人质战之外，嘛疑似伫个网络顶启动骇客资讯战。讲除了国防部甲外交部的官网瘫痪之外，内政部的警政系统嘛疑似遭受到网络的攻击，无法度连线，毋但袂当登入，嘛无法度受理报案甲查资料。也毋过，警政署是出来驳回讲，这毋是骇客攻击，是这个防火墙的设备系统老旧故障，已经紧急拢换新的咯。他们要。警政系统速度无法度连不起，民众报案，警察敢会当先用手写落来。画面显示系统无用，或者是维护中。这是4号暗时10点半，基层警察发现问题，系统故障，而且全台湾拢有这个问题。原来是警政第一联邦骇客啊！运是机房的一台网络设备防火墙，因为年久，所以发生故障的原因，导致无法正常的连线。暗时10点半开始，警政系统故障，有警察怀疑敢是骇客害的，这无法度查资料。直到5号半暝12点50分，才总算修理好势。骇客时间等于2点半钟，并没有异常的连线，所以我们排除是外部的网络骇客攻击的行为导致。无信证是骇客攻击，解说讲是零件伤旧，今年都准备要甲换掉，想讲会提早骇客。稍微比较敏感一点，因为之前就有那个什么 Seven 也被入侵什么的，应该都会有吧？因为就是这么气，应该至少要攻击个几天吧。大河拄到中国军演，时机就较敏感，治安专家建议爱加强治安保护。因为毕竟10年前跟现在的这个整个治安的攻击的手法都有一些变动。那另外就是，也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备援的系统进来。民众烦恼警政系统敢会把资料泄露出去，虽望警政署讲袂啦，已经把设备换新的，不过敏感的时机，系统有用骇客，和外界南美人烦恼讲，敢是和骇客有关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